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1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439例本土病例，佮增加一个重症的患者。新北市今仔开始试办轻症佮无症状者的居家照护。有假起，也毋过交通部表示无希望高铁起价。另外，佮愈近4月第9期，交通部嘛宣布袂佮延期。有台北市议员质疑讲，市政府提供民众的电话定情，互厂商去做分析，有各自外漏的疑虑。先开始来看，咱过来今仔增加439例本土病例，191例境外病例，昨嘛佮增加一个重症的患者。指挥中心嘛针对轻症无症状者的居家隔离，提出治疗送药的新规定。另外，咱嘛已经甲辉瑞药厂签约，要卖70万人份的口服药物，会先送来一半35万份。各有行政院因为有3个驾驶确诊哦，副院长沈英景有接触到，目前是居家隔离，加在伊的检验是阴性。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步上届新的说明。我们今天确定病例，那本土的病例是439例，那境外移入案例是191例。那昨天这增加了1名中症的患者，居家照护建置多元的远距医疗的方案，一是远距看诊、开立处方，药师调剂咨询，然后送药到府。那各地方政府都可以依据这样的一个原则，因地制宜建置他们自己最可行的一个方案。我们这次跟厂商，尤其是跟辉瑞。订定了70万人份的口服 Paxlovid 的采购合约，那我们已经签订了。那其中35万，第二季就在我们这一季，等于4、5、6月，陆续来到货。沈副院长昨天晚上验 PCR 是阴性，所以在这个时间之前，验阴性之前跟他接触的人不会有染疫的风险。所以我们列在高风险的区域。就可以来向我们提出来。那我们看它热点的区域。那目前我们规划大概是每一次申请大概是以20万份为原则。过来本土病例最近3日拢超过400例，指挥中心嘛公布，针对居家照护的轻症患者，医师会当远距离来看病、开药单，药师则佮甲药品送去互民众。另外，台电大楼嘛佮传出讲有员工确诊，除了大楼大消毒，今仔早起嘛伫门口开一个体检站，2000外员工爱体检阴性才会当上班。民众若是有小可感冒等等的症状，伫徛街附近的诊所互医生看，是真利便佫省时间。未来这个诊所佫会有居家送药的功能。即马疫情指挥中心规划讲，新冠肺炎轻症的患者踮伫厝内隔离照护的时阵，考虑派基层的诊所第一线的人员来倒分药啊。将来疫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我相信许多人需要在家里诊疗而已的，重症才需要到医院去啊。那在家里休息的时候，谁去管他？基层医疗院所遍布各个地区，究竟是最好的方式嘛？清明连假了后，本土疫情加悬，连续2天确诊者拢超过400例。经济部国营事业台电大楼传出有员工确诊，台电除了紧急甲规栋大楼做消毒，11拜一伫咧门口临时设体检站，2000外员工爱伫咧门口体检是阴性，才会当入去上班。针对这点，有专家表示，未来过一天确诊超过1000例是有可能的，建议企业都要量早做分流。最重要的一些机构，不管是医疗的或者是民生必须的，这些机构都要有分流的人力啦。这样子的话呢，你才会有人力来做平常日常要维持的工作。黄立斌强调讲，轻症伫咧厝内照护应该提供资讯的系统，若不离确诊者伫咧厝内有胸坎杂杂、喘气真喘等等的症状，就会当真紧得到协助。另外，若是带做伙非确诊者的亲人，上好爱做过3档疫苗，而且定期做快筛，才会当减少交叉感染，还佫有为着了后变做重症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北市长侯友宜今仔宣布讲，新北市今仔开始会先试办居家照护，轻症无症状的确诊者留伫厝内隔离治疗。市长嘛呼吁中央应该赶紧开放，互其他的县市开始办理。有没有发烧或流鼻水、喉咙痛的情形？目前都没有。点开 iCare 智能照护的 App。护理师、医师，还有轻症的确诊患者，都会当用视讯来沟通，随时掌握身体的情形。
确诊者若无定时甲健康的问卷传起来，就用电话来做警示。若是有需要去互医生看，嘛有专属的绿色通道，会当甲患者送去病院。这是新北大成全国推出居家照护的计划，予65岁以下无大腹肚或者是爱洗腰子、轻症甲无症状的患者，会当踮伫厝内照护。面对确诊数目，我相信只会往上。再加上我们边境即将又要开放，而要兼顾民众的经济生活，所以这个是越早开放，对我们的医疗量能的保存是会越完整。校友仪表示，未来确诊的个案会由病院医疗团队先做电话访问，评估身体的情形，根据个案的健康状况，评估分流送去病院、集中检疫中心治疗，或者是留伫厝内做居家照护。因为Omicron病毒胃痛的情形是真惊人，确诊的个案有99%是轻症。伫边境渐渐开放的时阵，为着让医疗体系会当正常运作，新北爱量早部署。居家照护的民众若是有需要食药啊，嘛有请7间责任病院透过提供电子药单，药师公会甲社区的药房来直接这种模式，伫24点钟内就会当甲药啊送去甲民众因兜，而且以通讯的方式甲民众食药啊爱注意的代志。这个患者随时他有不舒服，他都可以call他的主责医院，也可以call119，根据他当时的状况，那我们就会快速的启动我们的消防队，好协助绿色通道，让他进到医院。校友仪表示，国内要确保医疗量能，居家照护是唔通等，都爱赶紧做。面对疫情，爱做上歹拍算，做上好的准备，才会当照顾更较侪人。若新北为11开始试运作，那呼吁中央都爱量早，各县市嘛开始试办。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华人的主治病院传出有烧话事件哦，也毋过院方并无公开说明。从开始，医护人员真侪人拢会做快筛。这是主治病院大楼的后壁，医护人员为初十开始，病院就要求爱去快筛站做 PCR 的采检，因为有风声讲11楼有6个确诊者。今时爆发医来感染嘛，引起大家关注。有这个9位这个我们的病患受到感染，有1位我们的清洁工受到感染，还有4位护理人员受到感染不过主治病院这边是无愿意说明，所造成更较侪人惊吓，嘛认为16楼都要举行的全中运恐惊受到影响。感觉好像周遭这个感觉已经蔓延或爆发开来了。我觉得全中运大家反而都聚集在一起比赛，虽然说是闭门的比赛，但是这个我觉得不好呢。另外，部立花莲病院因为考虑快筛站医护人员需要休困，为今仔日开始换门落病院来退休，按算为4月11至4月17，会设伫门口北边的大亭。现在外界嘛真关心医疗量能敢有够的问题。我们医院也要支援全中运那再加上一些病人必须要到我们这里来，所以我们整个医疗量能其实是很大所以平常在负责这个医疗的人力就不足了门洛病院强调讲，目前协调院内3线的卡手，包括3个医生、甲15个护理师，还有行政人员等等，拢伫体检站服务。建议民众若是快筛做了，确定是阴性了后才出门。记者综合报道。惠林县总有3例本土病例，其中1个是2轮又车又叫的员工哦。这员工伫清明年假有接触到对北部返乡的亲情，伊找到家己验快筛，结果是阳性，赶紧通报卫生所，搁再验 PCR 确诊。附近邮车国小嘛，因为有行政人员甲确诊者有接触，总得赶紧通知家长，今仔全校预防性停课1天。一透早学校老师无用伫教室内外进行消毒。云林2轮邮车国小，初3暗时紧急通知家长，11即天全学校预防性停课1天。最后是有行政人员因为工课需要，顶一日到附近的邮车邮局寄批，要和确诊者有接触。我们是有一个行政支援人力在前几天有去寄支票就跟确诊者有大概几分钟的接触，我们也请他就先不要在学校上班，先在家我们就网络上班就好了。云林县初10阁增加3例本土个案，其中1位50岁男性住伫咧北港，伫2轮邮车邮局上班。年假期间，捌接触到对北部回乡的亲人，后来因为人家扫无爽快，找到家己用快筛检出阳性，赶紧通报卫生局。到病院采检也是阳性，紧急隔离治疗。4月7号，也是有到邮局上班，他也有戴口罩。
那4月8号，也是到邮车邮局上班哈。那目前他匡列的人数哈，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哈，总共有本县的7人，还有外县市的3人哈。邮局人员表示，邮车邮局伫初9已经完成消毒，相关的邮政业务交予另外代理人员代办。那邮车国小学校表示，因为社区的民众顶一日嘛有可能去过邮局领钱寄批。经过讨论性预防性停课1天清消，希望会当甲影响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台中亚洲大海学生会昨伫面册公布讲，有一个确诊学生，伊伫初8有去学校上课，因为大学即礼拜是考期中考，学校目前是表示讲，因为只有一个学生确诊，佮无需要停课。台中亚洲大学初10传出学校内底有一个学生确诊，伊初8捌甲其他同学做伙上线授课。这个消息一个出来，都让真侪学生拢真烦恼。就是大家聚集在同一个地方，有点危险。对，因为足迹也不确定他们到底去过什么地方。这礼拜是期中考，但是学校是决定照常举办。未少学生对学校无清楚交代病例去过倒一寡所在，感觉真惊吓。有学生就伫咧网络顶表示，烦恼讲期中考会变做另外一个防疫的空芳，应该就爱延期，也是该伫咧网络顶举办。另外，有学生讲确诊者选共一节课，毋过初8迄天伊无去上课，选嘛放考日，考试甲其他课程拢无法度进行。如果没有去上课，那一堂课没有去的话，应该就要让我进去才对啊，因为一般的学生还是要照常进去上课才对。亚洲大学表示，这个学生初10经过采检是阳性，初8有去学校上课，校方初10进行相关区域的消毒。因为伊去学校敢若上一节课，所以目前去放考日的同学，全部课程拢改做伫咧网络顶上。这个案情这个并没有达到教育部本身的这个停课的一个标准。而且根据我们的一个仔细的分析跟调查呢，因为案情相对的单纯。校方表示，根据教育部的规定，全校停课的标准是有2位以上的师生去互指挥中心来做确定的病例，目前还未到停课的标准。除了会照规定继续上课，但是学生有疑虑，嘛会当做快筛，确认家己的身体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昨屏东的病例数有31个，主要感染源拢是九如乡一间叫做天上人间的小食部。县政府嘛已经要求爱心停业咯。有不少民众嘛问讲，最近县政府就是卖去办大型的活动，来避免疫情继续拖。门口写今仔日休困消毒，即间伫屏东九如乡的天上人间小食部，到4月初10已经累积29例确诊病例，互县府下令停业。要复业也必须得到主管单位的同意，同时呢，必须回归到商业登记法里面的营业项目，不得有人陪侍哈。今年3月份，屏东的李港分局也伫区块内底宣导卖食酒洗车，不过当时业者会当恢复营业，县府是无明确表态，只是群聚愈来愈大。屏东的病例对拜六14例，加当天跳到31例，是迄当天云林以南上悬的确诊数的县市。也互民众甲县长潘明安的面册老话，爱卖去办大型的活动，就惊安尼继续舞落去，屏东的确诊数会变做是全国上济。我们在是否因为这样来停办做活动？我认为大可不必。我们防疫优先，但才能让生活如常。如果很严重的话，那就是要停办了，那就是停办比较好了，尽量减少接触啊。跟办活动没有什么关系，其实本身自我保护好就好了。办活动甲疫情敢有关系？民众的看法是无同。不过县府回应讲，所有的防疫拢照中央的规范，活动的举办也是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所讲的新台湾模式，互生活会当照常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的南洋妈祖文化节，去年停办，今年配合南方河跨港大桥，会伫9月份完工。县长林祖标之前宣布讲，今年的文化节要伫9月份办了敬顺安的活动。也毋过，有官员认为讲，即马就宣布伤过早，应该爱去看疫情的发展，才来决定。老日的陆上绕境甲壮观的海上出巡，宜兰县长林祖标就任了后，当天9月杀出南洋妈祖文化节活动。今年活动因为疫情停办，顶日林祖标宣布配合今年南方河大桥完工复办，活动定伫9月16、17、18，所以引起议员质疑，疫情有限严重，即马宣布伤早，无顾信心。那为什么到
这个妈祖文化节要举办的9月还有一段时间，却在这个时候急于宣布要办，这个让我们所有的民众也觉得非常的纳闷。根据官府规划，去到迄天强行参与海巡绕境的妈祖行船，为南方渔港出发就北，西宜兰精神代表古沙岛到乌石港入港举行祭典，祭典结束，随即展开陆巡绕境，以大桥线公路为中心，往南沿途进行供庙参拜甲信众换香，一路为大家向行回南方河对绕境活动办理，民众无同的看法。我是觉得疫情可以暂时先不要办。还会担心吗？会啊。就是人很多嘛，这样聚在一起。不会啊，很棒啊。这个活动很棒，就是。对啊，对啊。最主要是配合南方的南天宫，他们的一个筹备的一个期程，来对外来宣布。面对这期官府讲，这个时间点宣布活动的办理时间是为了方便庙方进行相关活动的筹备，未来也会看疫情规定，随时检讨，配合疫情指挥中心的指示办理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团今仔开记者会，批评讲国内快台试剂介绍比其他国家贵真侪 ，PCR 嘛是贵33哦。公平会是认为业者并无联合行为，所以嘛无违法。指挥中心最近嘛呼吁民众使用社交距离 App， 也毋过却引起各自的疑虑。几啊间校园出现师生调病，体检量增加，参加各大活动也方要求采检，全台疫情搁起来，民众真惊吓，快筛试剂需求增加，毋过介绍无清平，引起争议。林焕仪国民党团这期快筛试剂有介绍黑箱。一样的东西，为什么在台湾我们就要比英国、欧洲都要贵2倍以上哦？那难道这中间真的有人在发国难财，在赚黑心钱吗？明明港手牌快台试剂，那也刘伟表示，对比国外介绍贵至少2倍。那快台试剂介绍真悬，国民党团也批评 PCR 检验无共病院有介绍落差，呼吁中央建立统一标准，合理收费。个铁查敢是有乱台介绍？业者并没有所谓的联合行为，那些价格是有它的一些产地的一些证明，跟它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影响哦，包括一些运费的部分哦。有业者如果哄抬价格的话，其实是有特别条例去规范的，所以它是会有刑责的。国内疫情拓开，为了加速疫调速度，疫情指挥中心力推社交距离 App。取代即马的实联制，也毋过也引起外界质疑有治安疑虑，甚至变相沦为电子监控。我讲不会的啊，这一部分会有相关的机关，所以有关各自的保护，我们一定会依法行政。替中央背书表示，袂有各自疑虑。内政部长徐国勇搁较强调，疫情就是全民作战，有关各自保护一定依法行政。记者综合报道。高铁以物价指数算出来运价哦，最近4档来今年头一届起价，敢会去影响到高铁的票价？高铁上大股东交通部今仔是表示讲，无希望高铁起价，也毋过会尊重董事会决定。另外，国旅更4月底就要到期咯，交通部嘛宣布讲袂阁延长咯。国内疫情升悬，不少民众拢暂时取消已经规划好的出去佚佗行程。也毋过观光局配合进行5月馆的国旅馆，4月底都未到期，都有立委建议，因应疫情应该延长使用期限，让民众唔通赶伫这个月出去佚佗。人家要4月底啊，全部用完，是不是鼓励大家出去旅游、出去消费、出去群聚？4月30我们截止以后，可能会剩下一些钱哈，这个钱会转到鼓励特色团友，因为我们觉得剩下的钱也不多，但是旅行社是一个龙头哈，它可以带动下面的时数又够行。根据统计，国旅馆到4月初7为止，使用率是56%。交通部确定4月底会截止使用，袂阁延长。春的款项会来补助旅行社组团组特色旅游，互团客来带动食宿游购，维持国内观光热度。另外，针对高铁运价4年来头一摆调起，交通部强调，这是由物价指数公式推算，票价敢会起由高铁董事会进行讨论。身为上大股东的交通部是希望暂缓调票价。我们的董事基本上是希望维持这个民生，如果不影响他的这个财务状况的话，我们基本上不希望它涨价。代替票价敢是也得得起，交通部回应。
代替现阶段注重安全解决甲提升服务水准，这两部分无做好以前，票价袂起，了钱由政府负担，一直到服务品质互民众信心了后，才来讲起价。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1999市民热线有议员质疑讲，最近有2个语音辨识苹果的计划，甲民众的电话定情免费提供予厂商去做分析，有各自外流的疑虑。台北市资讯局是表示这个计划是望讲会当开发出提升处理定情案件效率的技术，并无违法，也毋过会个详细来检讨契约。一般来讲，交通运输、粪扫污染、甲噪音污染等等的问题，台北市民拢会当敲1999专线来定情。毋过民众可能毋知影，家己敲1999定情了后，这个语音也阁有可能会提供予市府以外第三方的单位。台北市议员苗圃甲指出，台北市府无经过民众的同意，就甲录音档提供予第三方的厂商做 AI 语音辨识甲分析。市府表示，这是法定的职权，不过苗圃甲认为讲代志并不是安尼。把这个语音机器人辨识训练好，或者是说，它其实也不包括说要能够这个把民众的录音做分析。那所以，如果这样可以解释为法定职权，那很抱歉，以后所有市民交给市府的个资，都可以用同样的模式提供给第三方外部的厂商。苗圃甲表示，语音录音牵涉到声音音频的辨识，甲咱人的手指模啊，甲目睭的虹膜等等，才会当辨识出虾米人算是个资的生物特点有类似的性质。就算是甲人名的个资甲查起来，嘛无法度像市府讲的，真正去识别化才交予厂商。而且根据合约的资料，分析的智慧财产权的成果算是厂商的，厂商若是乌白蓝散使用，嘛袂妨裁罚。公务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去做一个1999的语音辨识合作案，是符合个资保护法第16条第2款及第5款，也符合第8条第2款及第9条第2项的一个免告知范围。目前已经有超过1400个市民会当摕来做音频辨识的录音档，交予厂商来做分析。苗圃啊要求爱暂停试办，而且设定退出的机制。也那资讯局针对这点回应讲，专案的内容是要找出民众声音档内底上届数上会出现的思虑，并不是针对每一个音档做分析。市府讲这件代志会针对各组的部分才做评估，也有对契约的内容做检讨甲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有外国媒体指出，中国为着要阻止美国影响台海局势，正积极发展核子武器。咱国国防部副部长早起伫立法院嘛指出讲，中共好战的个性，全世界拢知影，嘛拢正关心区域和平的稳定哦。另外，针对军中的疫情，国防部统计目前是有74个人患着病，所以国军的战备并未受到影响。在透早，搁再有中国军机来乱，前一天搁有歼16D战机出现。4月份以来，中国战机逐工拢来扰乱咱的西南空域。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搁报道讲，中国当咧拼核能武器，要伫台海冲突爆发的时，主动美国来插手。国防部表示会注意发展。包含核武在内的话，它的穷兵黩武是全世界众所皆知的。然后至于说它对于核武的发展，我们都持续关注。风声讲，国军伫乌丘甲东引部署20毫米近程自动化的防御武器系统，要阻挡空中甲海面的侵入。迄边的按算伫2025年，伫总统府边仔的宝庆营区部署中科院营区式的遥控无人机防御系统，透过预警雷达掌握总统府4边5公里的无人机起降。也若针对这挂武器的部署，国防部是无加评论。所有的兵力的部署和防御，还有火力系统的配备这都是属于我们在所有的作战领域的一个机密的行动。我想不便于曝光，也不便于评论。也若国内疫情有影响到防卫能力，国防部表示，目前国军74个人确诊，接触者已经隔离。也若国军的第一档注射率超过97%，第二档96%，第三档因为要冷一段时间，真侪人咬袂住，干那83.6%，未来按算会当到97%。加上即卖防疫措施甲物资胶装，国家的战备目前无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
外资佮继续来卖股票哦，造成台湾股市今仔盘中了200多点。外资今年初到单哦，已经卖出超过5500多亿台票的股票了，比去年的规档搁较侪哦。金管会主委黄天木嘛话话，强调讲台湾股市的基本面正好，殖利率平均哦将近有3%，大家个爱有信心。现金殖利率在3.84，加股票大概就3.96，以美国10年期公债殖利率2.7，算是有吸引力的。台股开盘进前，先对投资的人信心化话，强调讲近期台股震荡，这是短期的波动。对基本面来看，台湾整体经济表现真好，上市上柜的公司因得到利益有5.2条，这是史上上介悬。出口国家是连续21行，对台股有信心。不如个有立委认为讲，若外资刷咧卖超台股，就连国内寿险业嘛一直刷咧减少台股的投资。像那个寿险业，今年2月减码台股近差不多500亿元，3个月已经减码差不多1000亿。寿险对于台股的投资也是有它的策略了，那有的时候进，有的时候出，恐怕不要以一时之间的进出来做定论。外资刷咧卖出台股，伫个旧年个业绩有卖超金额达到4539亿，创下史上第3悬。今年卖超台股刷咧来加注，前年初到4月初八，业绩卖超金额有超过5500亿。台股嘛已经成做外资的提款机。10月即天，台股的早盘表现无好，开价行价，刷咧震动，一直到早起10点半。盘中上价来到17054点，还佫刷咧探价，大盘落到230点，其中以电子类股落上济。是台股今天受到内外利空的夹击，内忧的一个部分，国内的一些科技电子出口厂商未来会有员工染疫啦或者是有这个停工的一个情况，这个预期的心理呢冲击到了今天台股的走势，特别是在科技股。俄乌战事还袂煞，美国形势因素来地带，最近还佫有疫情来咧冲击，中国刷咧封城，真侪烟利空来冲击。这礼拜台股恐惊会拄撞到17000的保卫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新闻哦，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美国方面是指出讲，罗西亚最近有换新的指挥官，行动指挥部冇做调整哦。即马听讲会针对百姓来做攻击，也毋过美国并无提出具体的证据。就伫乌克兰东部的克拉马托斯克火车站互飞弹攻击，造成重大死伤了后，这个区即马就像空城。当局注意到，目前未当摕到任何重要大城的俄军一直伫东部积极。情报显示，俄军测备时阵有数百台战车、大炮甲军用车辆，至少12公里的车队出现伫哈尔科夫东部，推测俄军撤离乌北了后，当准备进攻乌东甲乌南，可能准备发动大规模的攻击。要求百姓赶紧离开。总统泽伦斯基车站暗向全国示警，表示俄军伫侵略行动上一直加强力度，需要击退俄军部队，会当伫双方领导人会面的时阵有更加好的条件。佢表示，俄罗斯都是因为冷略，所以唔敢承认犯下不查的屠杀。Російські війська перейдуть до ще більш масштабних дій на сході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можуть використовувати проти нас ще більше ракет, ще більше авіабомб. Але ми готуємось до цих їхніх дій. Ми будемо відповідати. 俄罗斯伫乌克兰的行动指挥部队已经重组，新进兵负责调度的将军是捌伫叙利亚有丰富作战经验的俄罗斯南部军区指挥官德沃尼科夫。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提早表示，德沃尼科夫将策划针对乌克兰平民百姓的犯罪甲暴行。不过，苏利文并无提供任何证据。另外，乌克兰战争罪检察官甲监视专家迄天伫布查镇大规模屠杀现场继续发现。更较侪死者，幸存者表示，真侪人互枪杀，大多数拢是男性。伫基辅是会当看到有人互烧甲臭味打，死的时阵双手互绑着等残忍的景象。乌克兰检察总长表示，伫基辅4区位地区到达已经发现超过1200具的遗体。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法国总统大选昨开始头一轮的投票，现任的总统马克宏甲国民联盟的马林勒庞两个人拢成功进入第二轮。民调是预测马克宏摕到28.6%的票，马林勒庞大约是24.4%，马克宏是暂时领先。四间民调机构随着对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初步预测，现任总统马克宏加极右派对手马林勒庞进入第二轮，将会是强调经济自由的中间派马克宏加反移民持以后观点的马林勒庞对决。马林勒庞加普京的关系也真好。Et j'appelle tous ceux qui depuis 6 ans et jusqu'à ce soir se sont engagés pour travailler à mes côtés, à transcender leurs différences pour se rassembler en un grand mouvement politique d'unité et d'action pour notre pays. 法國在過去20年來，一個無任何一位總統成功連任。馬克宏連任的選戰正慢才開始，也只敢辦過一場大型的造勢活動。在執政期間，法國經濟成長率超過其他歐洲大國，一個規個歐元區。佮加上馬克宏積極在調停烏克蘭局勢有大幅度的領先，不過離投票率愈來愈晚，3月中領先18%的優勢，即馬已經無去啊。馬林勒龐是以俄烏戰爭對法國經濟影響批評馬克宏。Dans cette campagne, j'ai décidé d'être libre des attaches partisanes pour être au service de tous et de m'adresser directement à vous. Je continuerai à le faire pour être, si vous le décidez, au lendemain du second tour, sans exclusive aucune, la présidente de tous les Français. 馬林勒龐2017年以民主陣線第二遍參選過選書，政黨就改名號做國民聯盟，即馬國要參選。不過在移民加國家認同的問題，立場也是無變。另外一個問題是，伊甲俄羅斯總統普京關係真好，雖然俄戰爭了也有譴責俄羅斯，不過對於加減也是有影響。公司新聞吳文玲報道。再來看巴基斯坦在野黨發動對現任總理伊姆蘭汗的無信任投票已經過關了，是巴基斯坦獨立以來頭一位連來落台的總理。不過各方的勢力各個動員巴基斯坦的政局在短期內嘛是個會真無平靜。巴基斯坦伫個初九即天暗時啊，也就是伫個國民議會投票進前，真儕伊姆蘭汗的支持者伫因所屬的巴基斯坦正義運動黨的邊仔街仔路咧抗議，在野黨發動無信任投票。इंशाल्लाह जो आखिरी फैसला होगा वो अवाम का होगा। इस जमहूरी निज़ाम में जो आखिरी आवाज़ होगी वो अवाम की होगी और अवाम की आवाज़ जो है वो इमरान खान है। 發動無信任投票案的是前總理納瓦茲甲謝巴茲夏里夫兄弟仔領導的巴基斯坦穆斯林的聯盟。今年72歲的阿兄納瓦茲夏里夫，伫個1990年到2017年中間3度來出任總理，超過9年。因為進前貪腐案無法度來出任公職，就予因小弟謝巴茲來出任。करोड़ों आवाम की माओं बहनों बेटियों बुजुर्गों नौजवानों की दुआएं काविशें अल्लाह ताला ने कबूल की हैं। 伊姆蘭汗領導的執政黨嘛毋是好捧，佫佇個後任的總理爭奪戰內底來釋出代表。執政黨佫講，假使因這黨若無法度來奪回總理的寶座，會佇個國民議會155席的議員內底集體來請辭，這嘛是一定會造成真濟選區佫愛佫拄當着補選。另外一個政壇的焦點是納瓦茲夏里夫的任內，基本上是行親西方的路線。也若這個伊姆蘭汗除了講和美國保持距離，嘛和塔利班的關係真好，並且歡迎塔利班佫轉去阿富汗來執政。所以執政黨宣布講，無信任投票是美國這個外國的勢力來咧干涉巴基斯坦內政的手法。這款的講法是毋是會佇未來的政局內底來發酵，抑佫愛看咧。公司新聞徐家人編譯。即馬大陸嘅關心烏克蘭嘅戰爭也毋過佇阿拉伯半島那邊嘅也門武裝嘅衝突已經7檔外咯，民眾是有路無厝，佫無通食，真慘3月底，因國內各方嘅勢力達成講要停火2個月協議，要對4月份嘅再解月開始停戰。也門2個月休戰，多是穆斯林在解決的開始，這是自2016年以來交戰雙方第8動議全面停止軍事行動。
盘根控制红海重要港口、国际进度补给的生命线和泰达、甲首都沙那国际机场，不过被支持政府的联军封锁，商业航班隔6年才恢复，邮轮甲货轮总算送来民生物资。百姓暂时未过听到炮火声，因安心度过在解决。毋过首都市场通货膨胀对民生冲击也是真大，特别是俄乌战争造成全球的粮食能源危机。ضرر أكثر الضرر علينا هو من الحصار السعودي الذي يحاصرنا ويمنع علينا النفط. تستمر الهدنة مش لشهرين على طول يعني إلى ما لا نهاية لأن الشعب قد تعب وعانى الكثير. 也门原本就是全球上产车国家之一，7年军事冲突已经造成37万人死亡，460万人流离失所，3000万人口当中有8成外靠援助，半数限制标记，形成医疗体系崩盘。美国也门特使兰德金指出，局势已经演变到决定性的时刻，要让这摆停火加做永久和平机会。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过来新闻来看，台中有一个查某的阿婴仔，注比新冠炎的疫苗，身躯血栓真侪粒仔，佮发烧，人拢神身。家长本地也准是注意放射的副作用，无想到讲后来检查却是细菌感染险引起败血症死亡。红婴仔互妈妈抱咧，看起来精神真好，面的皮肤是白泡泡，佮幼咪咪。但是进前拄满月注完第2剂比干疫苗了，过2天身躯才出现大片的低光色起筋膜。家长一开始叫是预防射的副作用，但是第4天囡仔开始发烧，食无啥下落，赶紧送病院才发现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加绿脓杆菌引起的皮肤病。有一点小红疹，然后过来就越来越严重，然后到礼拜5。就全身都很肿，然后过来他发烧就带回来就。医师表示，拄出事的红婴仔各方面的机能还未发育完全，皮肤表层的抵抗力比一般的人较低。研判细菌是为皮肤或者是伤口入去身躯了，引起了大片的起筋膜，是败血症的前兆。过完半天送病院就会致使组织坏死、器官衰竭，甚至是死亡。后来是靠抗生素治疗才好起来。很厉害的。细菌感染造成的，在细菌毒素在皮肤造成的皮肤病变，一般如果你把它当作过敏处理，小朋友就很难处理。就是说它是属于败血症的前兆。医师提醒，金黄色葡萄球菌加绿脓杆菌，也会使透过红婴仔的饮食、针头等等的方式入去人体。建议泡牛奶爱用烧滚水来冲，搁再从冷水的方式来降温，千万唔通直接来加矿泉水。注射进前是要做好充分的消毒，就会使避免感染的状况。记者台中报道。来看桃园有一个民众本地车是停伫白线，也毋过后来要去牵车的时阵，白线煞熊变做是红线，佮互开一张违规停车的罚单民众感觉真莫名其妙，嘛真不满。水务局是表示确实是因为工程临时甲白线变做是红线，警方嘛强调讲，因只有开劝导单，并无开罚单。红线顶也留有2块旧的白线痕迹。一名女网友伫面册社群抛出家己的停车相片，不满停车时阵明明都是白线，要开车时发现变成红线，也互开一张违规停车单，批评政府来抢钱。我要去开车就发现奇怪，怎么整条路都变红线，然后有三角锥，然后我的轮胎底下就是有一些白色的线。画红线是可以这样子画的吗？是它道路变小了，我觉得合理啊，因为不然如果再停到再出来一点的话，会阻碍到人家的交通。如果我被开单，我还是会心情不好，我还是会去申诉。水务局表示，位伫中立区新生路2段正在进行污水下水道兴建工程，为了艰苦边仔行车安全，向交通局申请临时变更标线为红实线。时间完成了后，会搁将白线恢复，造成不方便，请民众原谅。施工时会造成车道的缩减，所以在工作井的旁边画设红线，禁止车辆的临停，以增加用路人的安全。派出所接获民众110报案检举，警方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照相，并开立进行举报单。原警发现标线画设有疑虑，故改以劝导方式为主，并未举发。针对当事人反映，停的时阵是白线，事后才为红线，所爱吞违规罚单，并不合理。
中立分局表示，警员接到违停检举电话，发现标线画设有疑虑，只是开白单看到实际并无开红单计划。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山山上的水稻博物馆哦，有一个耍耍的所在，真受到欢迎。也毋过最近所发现讲有一个装置艺术品，一身插头红仔的手断去，后来透过监视器发现讲是互游客破坏的。博物馆嘛，呼吁这游客主动出面来负责。吊监视会当看到一对情伴查甫要甲查某翕相，若是翕了要讲换姿势，要跳起坐伫一只大身红仔顶悬，煞当场甲伊的倒手坐倒去。随后，这对情伴嘛无去甲园方会赔偿，搁底唔知倒来离开。它就撑起来，然后直接压下去，然后就下来，就掉下来。台南山上的花园水稻博物馆内底有一窟亲子山溪，真受欢迎，尤其是搁有采一只囡仔上界的大身茶红仔，真做是园区上界热门的翕相地标。不过，车闸煞搁游客唔理会现场的警告标记，茶红仔手搁去往坐倒去。所以我们特地在他的手臂上加注了警告标语。但是这一次呢，还是有民众他攀爬上去，他已经有写这个禁止的告示牌，游客还这样子做的话，确实是就是个人的问题啊。因为人家都写禁止触碰的话，就是怕破坏它，或者它比较容易坏掉。如果还触碰的话，就是明知故犯，人家都公告了。园方表示，亲子山溪内底茶红仔艺术已经展出2年多，因为长期风吹日晒，茶新早就开始后期变拍，所以拢有派人定期维护。自早就有类似的案例，嘛有插一块禁止起爬警告牌，无受到讲也是有游客点无看去破坏。园方当然希望这游客会当主动甲园方联络，赶紧来讨论维修甲讨赔详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歌手阿妹最近伫小巨蛋开演唱会，因为之前伊捌因为侧音红抗议哦，所以阿妹嘛真紧张哦，一直叫歌迷唔通跳。也毋过附近的里长所规个向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来定情，黄珊珊即卖是表示讲会想办法来解决。香港会造成小巨蛋周边地表震动歌曲3降3暝，阿妹为着不必互40岁居民困扰，希望歌迷摇得好唔通跳。我们这个演唱会，然后影响到邻居，对我在想，好像如果在地上这样子，然后不要跳呢，然后像某天某夜的时候，这种。虽然安尼较无闹热气氛，不过歌迷愿意配合，卡拢无离地。如果当下住户住真的会很夸张的话，那可能就稍微妥协一下嘛，对啊。我是觉得如果改下午场可能会好一点啊，比较不会影响到晚上的作息。对，那晃动是因为这里的居住本来的地基就没有到很好啊，已经没有晃动了，那会晃那就是地基的问题啊，你要怎么怪人家？不过厝边也是感受到震动，当然是不舒服了。但是已经知道是他的表演，就不会说是也不会慌张了。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也伫几天前到居民厝来感受，看到鱼缸的水会震动。伊表示，进行地质单位研究，因为当地地质有黏土层地下积温通过，所以可能造成震动。虽然主办单位已经尽力，不过也是无达到互居民安居的程度。会建议新的标准甲其他改善方式。63分贝，目前虽然没有达到这个标准，还是引起民众的这种恐慌。那我是觉得未来可能需要再进一步的讨论，到底需要定标准，还是说要定禁止的行为？黄珊珊也感谢阿妹甲歌迷体谅，对降低居民生活影响。未来要如何找到平衡点，就看市府后续的规划。记者综合报道。几啊百当前的台湾有真侪野生的鹿仔，也毋过后来就绝种咯。咱来看台南的客家稻农民饲鹿仔饲甲真成功，嘛研发出真侪相关的产品，咱做回来了解。台南是全台湾第2大的鹿茸产区，饲水鹿仔占超过8成。伫客家有一个饲鹿仔的高人，少年时为着要趁钱，就去学饲鹿仔兼职网赚，想袂到愈饲愈有心得，佮甲本地工课辞掉，家己创业，研发各种鹿仔的相关产品，拼销路。阵种食头路都趁较无钱吼，想讲兼一个副业，毋知讲鹿仔吼，哇饲起来哪趣味，佮会当趁钱。因鹿仔是动物中的贵族啦吼，所以讲吼，伊介古水介水吼，所以讲你若像咱伫外国啊，就日本吼，奈良因拢有关了，拢有那种观赏用的安尼。
鹿茸是珍贵的罕药材，当年3月到6月是采收的大月。咱国产的鹿茸拢是现挂现收，饲草真好。真侪民众拢会亲身去到鹿仔场买鹿茸，回去保身体。一单发一届，一单发一届，清明节前后。咱饲的是拢是台湾水鹿较侪吼，还是算讲台湾水鹿是亚洲特有的品种啦。咱台湾介水哦，嘛介有经济价值安尼。若是要养生的吼，清明前后，伊就来买鹿茸。来浸吼。过去饲鹿仔的人，大部分拢有别个头路，甲饲鹿仔当做副业尔。不过即阵有政府辅导，业者的理念较创新，技术较进步，饲鹿仔诚做经济价值悬的产业，饲主专业佮稳定，消费者嘛佮较有保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以早屏东县常常有人偷蛋、偷烧垃圾，污染环境。环保局为着要兴大一个清气的环境加强稽查，嘛用新科技来监测空气中的臭味。即马屏东县嘛已经正做全台湾唯一10项的环保项目拢得奖的冠军咯。台顶真侪奖杯奖牌，这是屏东县每一档执行环保政策的成果。因过屏东县内常常有头排池塞水、偷烧垃圾的状况发生，环保局为着要改善环境、加强稽查、推动再生能源，目的是要甲屏东恢复做适合大城市。我们整个环保局整个团队非常积极努力，改善空污度部分、水污的部分，没有民意代表或民众或者乡镇市长再打电话给我，今晚这吵。为着要紧改善环境，环保局改变做法，利用半暝也是休假时来稽查，互无良心的业者无法度软空芳，要求因一定爱改善污染的问题。而且环保局嘛结合科技工具，甲违法烧垃圾的人拢掠出来，幸福环境一个清洁的面貌。这个增锰水滴可以藏在一些容器里面，或者是我们伪装成石头。未来我们会在微型感测器上面再加装硫化氢以及氨气的微型感测器。屏东县环保局一直有咧进步，这几档屏东环境的评估拢是摕到特优，而且是全台唯一10项环保项目拢有得奖的冠区。因的拍拼，唔但互民众顶前的电话变少，对环境嘛有改善，这得到肯定的成果，嘛正做其他县市嘛讲赞的模范。记者综合报道。大家嘛了解，顶礼拜六暗伫中华发生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成员甲警方发生冲突，警方抓到来嫌犯有4人交保，2个少年家是送少年法庭，警方嘛发出传票要传带头的张安乐来说明。大甲嘛正向辽警第2天，找到案马祖乱架经过彰化市三民路甲永安街口时阵，中华统一促进党的人想要撞入去管制区，甲警方发生屠杀的冲突。张安乐先生，我们遵照国家的法律，遵照现在防疫的措施来执行，好吗？好，讲法律我会告你们。好吧，因为你们是黑箱作业。警方依法逮捕6个人，依照妨害公务顶罪上班。6个人拢是伫联邦地方党的成员，有1个人还佫穿着统促党的甲。检察官伫咧核实了，有另4个人分别以3万到10万块交保。另外2位少年是移送彰化地县少年法庭审理。检方押发传票，12会以妨害公务、故障斗殴、涉嫌人身份，传唤张安乐说明。警政署长陈家钦也强调，对了事者绝对严办。有些帮派黑道分子假借参与这个宗教活动，然后来行扰乱社会秩序的之时，为要求针对猥琐的或是成员，都一一的加以侦办。云林北港的武德宫吹到下昼，因为放炮无顺利，受到神教的报连，造成彰化甲嘉义2间宫庙的顶头规定伫咧庙前的广场烧炮。警方逮捕15个人，全部移送法办。偷开警车何姓男子，依妨碍公务罪送办；开白色宾士车江姓男子，依造案罪行送办。云林县警局讲，大甲嘛辽警队伍伫云林县内，为了要防止搁再有人借机会闹事，警方会强势执法，严挺严办。记者综合报道。
2020东京奥运射箭的金牌选手魏金行，昨暗伫面册写讲，政府本地提出的黄金计划哦，说伫选手一定要出国比赛的进程，传出讲选手的资格会来做调整，这互伊真不满哦。体育署今仔早起嘛有出面来说明。目前来说，这8位选手当中有4位是属于2024的黄金计划选手，那其他4位呢，2位是2028的，那2位呢，目前3位列入到黄金计划当中。不过这个部分呢，中心也有特别考虑到说，这个射箭的是一个特殊性，他们针对这8位选手呢，会用所谓的团体项目的资源方式来考量，来全力协助他们是用都可以搭商务舱方式来参加这次的比赛。魏金行表示讲，有一寡选手当准备要去土耳其来比世界杯哦，也毋过却传出讲有部分的选手并无适用黄金计划。体育署今仔早起是强调讲，黄金计划的选手有一定的标准甲审查的程序，也毋过即届哦会先以团体的方式，互所有的选手拢会当坐商务舱。再来看林务局阿里山林业铁路甲文资处，今年有18块要找人，结果有170来民众报名是真竞争哦。考试的项目嘛真无简单，有一关是爱搬86公斤重的铁饼、70公斤的沙啊，佮爱伫45秒内底行50公尺，才算合格。15公斤、20公斤的沙地啊，扛伫肩胛头，15毫升甲15毫升拢会伫11分钟内完成1200公尺才合格，这毋是上困难的。10公尺咯。86公斤的铁链扛咧行50公尺，佮配合70公斤重的沙地啊行50公尺，拢爱伫40秒内完成，才通过第一阶段测试。2种体能测试拢是林务局阿里山林业铁路甲文化资产管理局交部进的测试内容。以前暑假都会练球，练球的时候也差不多都是有时候会有体能训练啊，一些有的没有的，所以这个强度都是还可以负荷的。没有20公斤的沙包，我只试着，就是跑看看可不可以啊？跑可以，可是我不知道刚沙包会怎样，幸好比预期的好。体能通过之后，第2阶段考试，今年共计按18名站务、车辆维修甲路线维修人员，有176名考生，录取率只有1成。本次总共有176位报考，录取率约有1成。那其中20岁到40岁占最多。主办单位表示，职务无同，体能测试也无同，因为路线维修人员爱定定排动，也爱确保应负担安尼特殊需求。不过过程中有互休手龙这装备，也请有证照体育教练专程陪伴测试。那录取1个月薪水上悬3万6，佮加上年终奖金5半月才福利。记者综合报道。下半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9度。华岛地区上低16度，上悬28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